相思落叶捡一片，情难断，断袂离，一寸伤痕累累。我用痴情绑自己，不应该爱你，不应该爱你，怎会偏偏你袂开？不应该爱你，不应该搁爱你，徛在雨中出汗家己。我会用时间将你放袂记，才知家己毋捌绝情两字。不应该爱你，不应该爱你，怎会偏偏你袂开？佩佩，是安怎啊？喂，三姊，是咧。冰冰找你。喂，冰冰。日子，拄则冰冰伊讲啥物？伊讲三姊，我对不起你。周阿姨，东东哦，内底坐啊。东东啊，你敢食饱？我已经食过啊，有一件代志想要麻烦你，袂耽误你伤济时间。无要紧啦，小生意本来就真歹做，无用迄无用这，赚无几仙钱。也毋过问个囥个无管，搁着要照顾恁大箍阿姐。明知影家用出代志啊，搁半无时间去看伊，你毋通怪周阿姨呢。周阿姨，你伤过客气啊啦。有啥物代志需要我甲你斗相共的？哦，我想要请周阿姨转告婉婉，叫伊约张德美出来。我有重要代志要甲伊讲一下。啥物时阵？愈紧愈好。头家娘，头家娘，上好莫互婉婉甲迄个 David 交往，因为 David 因爸爸毋是一个好人。周阿姨，这个查某囡仔是啥？哦，伊是 David 因爸爸建筑公司内底阿妹仔啦。伊敢有抢再来？无一定呢，三不五时啊。我留一张名片，麻烦周阿姨等伊过来的时阵转交予伊，叫伊甲我联络。
你讲什么啊？平家当因某，钱家勇自杀啊！啊，敢有死啊？也毋过目前哦，敢若无性命危险啦。阿老啊，啊，无代志，你先出去啊。是。小姐，小姐，嗯，借问的陈医生到伫咧？陈医生病看了已经走啊哦。哦，多谢哈。奇怪，这裴先生定定来找陈医生，讲话拢足神秘的。我看伊身体这么臃肿，无亲像有看病啊。陈医生有甲看过病啊？抽过血，验过尿。皮啊！拄则有一位小姐送来，讲一定爱当面交互你啦。多谢哈。裴先生，永安，请你到精密咖啡厅。阿乐。裴先生，我叫蔡阿乐。你好，先生，你要啉啥？咖啡。好。你毋是叫自助餐头家娘甲讲，叫我打电话甲你联络。我敲过啊，结果才发现遐是犯人的电话号码。我嘛有问遐个人讲，你到底是伫咧内底创啥物？结果才知影，你是遐个法官。是啊，我想要请教你一个。迄天啊，我伫自助餐厅听到你讲到底比甲弯弯，你敢知影？我就是弯弯的兄哥。我唔知影，我敢若知影恁太太叫钱家勇，而且我阁知影恁太太自杀，是叫阮头家害的。你敢会当甲我讲你所知影的代志？我唔敢讲。你唔免惊，我袂甲你害啦。伊是阮头家细姨的哥哥，因为阿雄是去互伊害死的。你敢若知影真侪代志哦？你偷偷甲伊讲互清楚。你先甲我讲，恁头家是啥？伊叫做张建章，是大阮建筑公司的头家，嘛就是恁小妹的朋友张德美的爸爸。那安尼，你伫因的公司是啥物职务？我是伫咧因公司倒茶的阿妹啊。大家因咧开会，我拢会伫咧边仔扫来扫去，所以因咧讲啥物代志，我拢会知影。头家叫我送一寡文件，互工地的主任。我到的时阵，看到阿雄甲干工吴大生徛伫咧烟架顶头。真歹势，我甲你问一个问题：你甲阿雄敢有啥物特别的关系？譬如讲，恁是好朋友，还是啥物货？无啦，工地的人我一个拢无熟悉，我只是感觉伊是去互人害死的。因硬讲是家己搬来的，实在真冤枉。迄个干工，伊靠说家己是头家细姨的哥哥，所以常常欺负人。阿罗小姐，你敢愿意出庭做证人？证人？迄是要创啥？就是甲你拄则所讲的话，伫法庭上当大家面搁讲一摆。我袂啦，我已经甲你讲啊，
你家己讲就好啊。袂用紧，因为这件案件是我咧审的，我哪会当做证人呢？安尼哦，那安尼遮的人，敢有包括阮头家？伊应该嘛会来。啊？那安尼我不爱啊。东东，后日就要开庭啊！那安尼，你免惊啦，代志并无你想的遐尔害。我即马已经收集真侪有力的证据，不管是人证物证，都已经准备到真齐全啦。即马就等后日开庭啊！林静，是啥？彬彬甲弯弯，弯弯，我想要找你讲一下。佮有啥物好讲的？阮爸想要出门请你食饭哦，卖来这套。张家想要利用彬彬甲弯弯来行我的关系，好佳在因拢无食这套。另外，还佫有一个重要的证人，就是张建忠因建筑公司内面的阿妹啊，或者阿乐。上好莫互弯弯，甲 David 交好，因为 David 因爸爸毋是好人，你敢会当我讲你所知影的代志？伊是阮头家细姨的哥哥，因为阿雄是去互伊害死的。即摆卡叔讲真正会当找到阿乐，伊来出庭作证，代志就真顺利啊。另外还佫有一个人，讲起来你嘛熟悉，我熟悉。就是恁同一个专柜的冯小颖。小颖，因为对方送交大意互你的时阵，还佫互你签收字条的时阵，伊是当场目击者。哎呀，听你安尼讲，我即马想起来啊，这件代志自头到尾，小颖拢知影啊。我哪会遮尔啊讲呐？竟然甲伊放袂记哩啊！小颖应该会当证明我确实是清白的。按这几个证人的形象，一项一项讲出事实，我即马已经有10成的把握吧。东东，我对不起你。嘉勇，你慢慢想个自责啦。这件代志嘛有可能会发生在其他法官太太的身上，嘛用个讲这完全是一个有计划阴谋。其实只要我家己徛在这，莫做歹代志，我相信伊是无我法度啦。那安尼物证呢？讲到物证，当然就是领貂皮大衣啊。另外还佫有迄个收条影印本。安尼，我敢袂？
你莫紧张啦。即马伊电脑变成证明张建宗阴谋乌西最有力的证据。明仔载我就把这物件拢交予主任检察官，就是这物件。好，真好。小平啊，你这个表现真正袂歹，多谢你收集这么啊侪证据，对这个案件真有帮助。明仔下晡2点20分准时开庭。家用啊，只要开庭哦，法官甲迄个歹人吼抓起来，就无代志啊。也毋过，我也是会惊。哎哟，有啥物好惊的啊？恁翁家己是法官呢，袂有问题的啦。老阿母，多谢你，害你遮尔啊远走来甲我看。哎，其实吼，我嘛是来看秀秀的啦。哎呀！何必呢？为着一点仔小可代志，拖因家己的婚事害阮陪陪嘛。妈，大嫂爱休困啊！你讲这尔济要创啥？好来走啊！你拢已经坐3点外钟啊。哦，好，哎，家用啊，你休困啊，阮也要去看朋友吼。大嫂，再见。再见。培培啊，你看是毋是这条巷啊？敢若是哦。哎呦，唔是我爱讲啦，台北的地址吼有够麻烦的，佫是啥物几巷几弄几户也佫有几楼啦。哎呦，无亲像咱庄卡，若是恁爸爸老帮门的批落去吼，就有人摕来处理啦。妈，你走来找工作，佫是要创啥？我来台北吼，就是要考考秀秀。已经看到秀秀啊，当然嘛要去找细工的甲考考啊。好啦，行啦。稍等下，我去买一寡破手，也若无吼，空手去人兜吼，歹势啦。吼，来。感恩你好，这位是阮妈妈，是专工来拜访你的。妈，这位是江大哥的妈妈。你好，请入来坐。哦，江太太啊，我真早吼就想要来甲你拜访啊。恁后事啊，甲秀秀的代志吼，过去是恁兜唔对，今嘛吼是秀秀因兜唔对，这是好代志咩？我想两家甲看看的啊。什么？阮兜唔对？咱先坐落讲啦。哎呦，江先生啊，恁兜吼实在亲难亲哦。哎呦，歹势吼，歹势。江先生啊，伊是恁妹妹哦。哎呦，生了同墙哦。伊是我的朋友的查某囝，准备介绍互阮玉萍熟悉。哦。我本来是好心好意的啦，我原本想吼，若秀秀伊唔答应，我还佫有第二个计划呢。既然安尼，培培，咱转去。妈，哎呀，行啦。江先生啊，其实我是好意啊。老太太，你先莫激动，有啥物代志，坐来，大家好参详。问题嘛较好解决。其实吼，我的第二个计划吼真简单啦，我是想吼，较输秀秀，唔肯嫁予江先生，阮兜配配嘛袂歹啦。妈，这有嘛个要紧啦。我看江先生吼，伊表人才，安怎？伊陪你袂过哦？陪陪。阿东，东东，你即摆叫伊坐阿乐，伊敢会见我？阮也无熟悉啊。若是伊袂见我，安尼是安怎？大姐，我拄则还毋是甲你讲过啊？有周阿姨陪你去，你根本就免烦恼啊。
我的身份实在真无方便，搁去找伊讲。恁查某讲话吼，可能伊听会入去啊。大姊，明仔载就要开庭啊，今仔一定要想办法叫阿乐出来做证，这件代志拜托你了。你放心啦，我一定会尽力去做。为属我3家分证，当时精细啥款？为属我分证，实在是，迄个时阵的代志，甲我有啥物地带啦？我感觉一定爱背，都毋是食饱伤为缘故。音乐遮尔啊差，读册你敢读会落去？哥，有一个历史问题哦，我一直拢想袂通呢。有人讲三国的时阵，草船借钱的人根本就毋是诸葛亮，是周瑜呢。你敢有研究过？到底是啥物人？你高中拢去毕业啊？遮尔简单问题，搁还来问我？周阿姨，啥款？我拄则吼有喙讲甲无烂啦，阿都伊才答应要甲咱见面呢。我已经甲伊约好所在啊，在高我一个大庙内底见面，伊先去等咱啦。咱吼紧来去，莫回等伤久，较免伊搁后悔走去。伊就是我甲你讲过骗法官的阿姊啦。我叫蔡阿乐，请多多指教。你好，你好。阿乐，你安怎想？阿乐，你免惊啦，有啥物代志哦，阮会替你担的啦。秀秀啊，阿无你甲伊讲，我来去洗洗。我叫秀秀，东东是我的小弟。我知影。听阮小弟讲，你甲伊讲。阿雄迄件命案，你是现场的目击者。你莫阁找我啦，我无想要管这代志。阿乐，请你斗相共，你安尼先是做好代呢。袂用的啦，我就惊的。阿乐，若是去互董事长知影，有话是我讲的。我会去互董事长死头咯，我都无饭通食。你若是敢若烦恼食饭的问题，安尼真简单啊。
你只要真勇敢将代志原原本本甲阮小弟讲，你就算做甲伊斗相共啊！你若肯出庭作证，阁袂互阮小弟在判这个案件的时阵发生证据不足的问题，你想看觅？你安尼先甲阮斗相共遮多呢？在道义上，阮不但会甲你找一份头路，而且我一定会甲你找一个薪水袂歹的头路。真实了。也毋过，我也是毋敢，我足惊的。上好的办法，也是你出庭作证，互歹人受到法律的制裁了后，安尼你就无啥物通惊。我无了解呢。安尼我讲互你听，你是一个倒地的阿妹仔，对无？你逐工伫办公室出入，因早晚拢会怀疑讲你知影因的秘密。确实，若无杀你灭口。恐惊伊嘛会想别个办法来对付你啊！你将代志讲互大家知，公开因犯罪的事实，互法律来处罚因遐的人，将歹人拢关起来。安尼就等于先救着你家己啊！安尼哦。若是救着你家己，我拄则讲过啊，你安尼生嘛是做好代啊。第一，你讲出来。阿雄是去互谁害死的？等于是替阿雄洗完净啊。第二，你甲大家讲因是安怎设圈套，安怎误洗阮弟夫啊，安尼生就会当洗清阮小弟的清白，这敢毋是做好代咧？一个人上界可贵的，就是伊的良心。假使伊若无良心，就毋知影什么系是好代志。什么系是歹代志？什么系应该做？什么系不应该做？我知影，你是一个真善良的查某囡仔，有同情心，会当分辨什么是善恶。今仔日你所做一切，拢对得起天地良心，还有什么好惊的咧？我所有会当拜托你的话，我拢已经讲啊。夜头三笑有生命，阮小弟如果是一个执行法律的人，你应该相信我所讲的话，完全是真心诚意，无半点是假的，嘛绝对袂害你。小等下，我会去甲菩萨咒詛，假使我若有心害你，我就无好死。毋是，我毋是无相信恁啊，我嘛知影恁袂害我，也毋过我拄则发现有一个人咧跟踪我。哎呀，阿罗啊，有一个人鬼鬼祟祟，是毋是咧跟踪你啊？海欧啦，要安怎？啊，无安尼啦，明仔载就要开庭啊！这个时阵绝对袂用出什么问题。不管迄个人是毋是来跟踪你的，为着你的安全，我看阿乐啊，你跟阮来走。对恁走？对，这是一个好办法。所以我就甲彬彬留落来加大几工。安尼上好啦。娘阿公，你加甲开刀一点嘛伊就受用不尽。其实彬彬不离啊古锥啦，伊有替伊家己写10条的自强公约，啊，不过伊是毋是做会到，迄是另外一回事啊啦。是讲伊伫我甲秀秀的面头前，确实是真想要表现啦。伊上后变鬼变怪啦，有当时讲是讲做是做，
其实伊的毛病我拢真清楚，也毋过我这做兄哥的吼，拢无尽到什么责任。我知影你最近哦，公司两方面拢有真重要的代志，互你烦恼啦，像家用啊，对啊，家用伊安怎？哦，伊复原了真紧。哦，你迄个案件，明仔下晡就要开庭啊！我即马已经掌握到真有利的人证物证。哎呦，培培啊，为着去讲价一逝，你一路上甲妈妈激气。妈，你想看卖你讲的是啥物话？咩？妈妈嘛是为你好啊！迄个工医病条件遐尼好，阁是啥物工程师，阁会享受你电视，啊，迄个小秀无时间甲伊结婚，让互你毋是真好嘿？这叫做回水不落外人田呐，迪摩啊！妈，我啥物拢听你的，啊，毋过你嘛袂当安尼清清菜菜就甲我扫别人，我毋是嫁袂出去啊！我气死来哦！老太太，啥物代志？啊，无啥物代志啦，阮迄个查某囝佩佩啊，哎呀，我无彩工，伊无要插我啦。来，加坐，加坐，来。老暗，坐啦。伊伫咧甲我激气，讲我是啥物装卡人，拢是家己想要安怎就安怎，毋捌礼数啦。好，来，你坐。东东啊，你去看佩佩。老太太，唔好生气，佩佩这个囡仔一向拢真乖啊。杨教授啊，我甲你讲哦，这摆手术临时变卦不妙哦，感觉已经伫在做行动啊。什么行动啊？我拄则为感觉出来的，我亲目睭看到江一平的妈妈替江一平介绍新的女朋友。这件代志讲起来是阮较失礼啦，啊，毋过江太太伊要安尼做，嘛是无办法啦。迄哪会用诶？你爱甲小秀讲，我安尼拖落去吼，煮熟的鸭肉会飞去。傻子啊，你为什么咧哭？无你的代志，查某囡仔就是爱哭。你是知影啥？我当然嘛知影啊。拄则恁讲的话哦，我拢听到啊啦。历史上吼有小弟继承阿兄王位的代志啦。那安尼你就是小妹代替阿姊结婚，传出去哦，嘛是一段的佳话呢。明明你给我点起！我若点起，啥物分析互你听？我看吼，你一定是嫌江大哥伤老啊啦，对无？那安尼我介绍我一个好朋友互你好无？18岁，充满青春的活力，健康搁活跳跳哦。你搁乱讲！哪会拢袂听？恁两个是搁咧玩啥啦？无啦，我着看伊哭了足可怜的，一片的好心，讲一寡笑话互听啦。你用的步骤毋对啦，佩佩啊，这嘛毋是啥物大不了的代志。哥，你毋知阮妈讲迄个话的时阵，我有偌见笑的。佩佩，你也知影，恁妈妈的出发点嘛是为着你好，可能伊的方法就较戆淡薄啊。要安怎讲咧？天下父母的心，就亲像梁阿公，伊为了大姐的代志，伊心肝内比谁人更较着急，只是伊不会讲出来而已。亲像我的爸爸妈妈，为着我袂当生囡仔的代志，哥，迄是大嫂无愿意生囡仔，免哪会当怪你啦？还有周阿姨为着婉婉，10几年以来辛辛苦苦，逐工透早就爱爬起来，暗时啊种下才会当困，经营迄间自助餐厅。伊甲所有赚的钱，拢开伫栽培婉婉的身上。
做爸母的人，尤其是年岁若大，因上大的安慰，就是希望会当看到一代一代传落去。恁一定要去知影，去体谅做爸母的苦心，尤其因拢毋是咱的亲生爸母，也毋过因所付出的，并未比咱亲生的爸母付出的搁较少。东东啊，秀秀打电话来，伊讲伊伫咧舅阿姨厝咧，叫你紧过。秀秀，你一感觉还无用恻差。拢咧无用你小弟小妹代志，你家己的分数咧？你最近敢有去看景象？有啊。我搁甲伊讲，我要甲移民结婚的代志。阿姨安怎讲？你虽然答应过要甲移民结婚，也毋过你的心内也是咧想景象，对无？我知影，青梅竹马的感情。是永远拢放袂记的。你甲移民的分数，搁去签着啊！哎呀，哪会发生这多代志？嘛毋知影什么时阵。才会当看到你穿新娘衫。大哥阿姐，咱莫阁讲这件代志好无？我哪会当无讲啦？我看我都连面要来去找恁爸爸妈妈。假使你阁继续安尼拖落去，我是要安怎去对因交代？这是缘分。我嘛袂当勉强啊！秀秀，你这个想法是唔对的。少年人哪会当让命运来决定？你应该都要去创造家己的命运才对啊！哦，对啦，经常还有偌久才会出来？照刑期，搁要3年。你的意思是毋是要等你出家啊？3年的时间真长，我嘛唔知影，家己搁有才调活遐久无？大哥阿姐，绝对会。你的身体还阁真勇健。阿乐啊，恁兜是做啥货？阮爸爸以前是一个搬货的工人，后来去货柜缀断脚，就死啊！剩我甲阮妈妈，还阁有几个弟弟甲妹妹。你是上大汉的。嗯。安尼恁靠什么生活？妈妈替人洗衫，我去做阿妹啊。还阁有一个妹妹伫咧厝斗带囡仔。阮妹妹足敖的哦，伊即嘛伫咧读夜间部。你阁有几个小弟小妹啊？一个妹妹，3个弟弟，上细汉的弟弟即嘛才5岁。你遮尔少岁，都要趁钱饲家，实在足了不起的。无啦，
我本来就无介意读册，所以小学毕业，我就想要出来趁钱。我想讲，我若会晓趁钱啊，妈妈就会使减洗一寡衫。我遮有2万块，你先摕回去用，买一点仔厝内需要的物件啊。袂用诶，我哪会使摕你的钱？无要紧啦，你先收咧。我哪会好意思摕你的钱？斗相共就是斗相共，我毋是为着钱才甲你斗相共的。就算讲你今日无甲阮斗相共，就算讲咱是朋友，你有困难，我嘛应该甲你斗相共啊。喂，我真是无爱你啦。啊无安尼生啦，钱算是我借你的，以后你有钱才阁还我。看这办势，你是无可能阁去台湾建筑公司做代志啊。我踮来斗骹手的阿妹啊，后个月要登去结婚啊。你拄好会用来我踮来斗相共，咱两个还阁不了有缘啊。你看安怎？只要我有工课通做，安尼就好啊。林秋阿姨，甲迄个查某囡仔是拢咧讲啥呀？甲东东有关系代志。东东要来甲这个查某囡仔有啥物关系啦？毋是啦，是甲下办的案件有关系。可能是东东来啊。阿罗，你小坐一下吼。哦。东东，阿罗已经答应啦。阿龙，你进前敢有上过法庭？无呢。那你以前敢有看过别人拍官司？嘛无。你敢知影证人应该安怎做？唔知影。啊，吴科长，你要出去哦？董事长叫我去娘家接彬彬。拄则有收到法院的传票。叫彬彬明日就爱出庭作证。彬彬，彬彬，伊搁了代志啊？你先莫着急，听我讲啦。这间台湾公司过13年的案件，我咧想是东东伫咧办啦。因为东东伊有甲问过，关系到张建宗这人的代志。张建宗，迄个台湾公司的头家哦。彬彬，因哪会甲这款人会有关系咧？所以，我叫吴科长甲伊接来遮，对伊遐加减会当了解一寡代志发生的经过。既然法院有这个通知，一定要叫彬彬去。等彬彬来了后，咱嘛用个借着这个机会，甲厝内所发生无爽快的代志，小化解一下。你除了开我钱，你还给我养什么？爸，唔是我无去找因啊，我已经找过因2、3摆啊呢，啊，不过因拢无插我，无要插你，安尼你嘛爱想办法啊！彬彬无要插你，好无话通讲。婉婉，伊哪有理由无要插你啊？伊是你的某呢。阮已经找啊。哦，
你承认你已经错啊？你甲这件代志看甲这尔轻松哦，你敢知影这件代志对我的影响有偌大？你掠袂着圆圆，就甲因哥哥裴家东无法度拍好关系，甲因哥哥无法度拍好关系，那安尼哦，你欧阿姨的哥哥就要去互关啊！你敢知？什么欧阿姨啊？我上届讨厌就是这个查某，根本就是狐狸精。你，假使讲是阮妈妈的代志，拼性命我嘛去做。早知影是伊的代志，我根本就袂去找圆圆。你也知影呢？迄是我的代志啊！爸，你莫混唔对哦。你的代志拢是因为伊遐个所引起的，伊害咱兜还阁无够哦。害妈身体愈来愈害，神经衰弱，我要找伊算潲的咧。哎呦，恁妈妈的身体无好，啊，这种代志你怪别人是要创啥啦？我当然来怪伊啊！爸，你规工规暝拢无要转去厝，妈规工规暝拢伫厝里咧等你。不管天气有偌冷，有偌热，伊伫咧等你。然后情绪变啊愈来愈歹，妈即马拄了有严重的气管炎、贫血、心脏病，还有严重的神经衰弱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咱讲的是重要的代志，莫牵拖遐济啦。我就是要讲，我不爱听，你甲我闪，有通闪偌远就闪偌远，闪就闪，有啥物了不起啊？好，好，我一定会准时出会。好，好，再见。玉玲啊，等你彬彬啊转来吼，你就减讲两句啊。爸，彬彬啊，你妈妈足关心你的呢。妈，啊，坐啊。明仔载出庭的代志，你拢知影吼？我知，我已经听大兄讲过啊。彬彬，你甲伊个案件要哪会有关系呢？其实有关系的人，也毋是干那我一个，圆圆嘛是啊。我叫你转来，是因为你对法庭的代志完全拢捌。这个代志，我一定要好好先甲你讲一个，才会用的。明仔载开庭的时阵，恁阿兄安怎甲你交代，你就唔通阁想遐济，照恁哥哥的话去讲，知无？我知。喂，我是。哦，你阿伯啊？好，下晡4点。好，好，再见。玉玲啊，你先回去准备一下。拄则，你阿伯讲这个案件代志，关系到东东未来的前途。而且，彬彬甲圆圆嘛去牵连着，因一定爱去法庭作证。即马趁着佩佩伫咧台北，不如大家招招咧，集合大家的意见，好好啊做一个讨论，嘛会使趁这个机会，互东东甲法庭的上线，讲互彬彬甲圆圆知影。拄则刘阿伯意思是下晡4点，叫大家拢去咱兜。好，安尼我先等下准备一下。
周小姐，哦，我是叶判官啊。你好，假使你若是有时间，下晡4点，带婉婉来阮兜一撮。什么啊？找无哦？这是安怎哈？啊，唉，伊即马人伫倒位，我嘛找无。伊逐工摸一支吉他，四界乱走。讲什么练歌？哎，毋是呢，毋是。哦，好，我尽量找看卖啦。好，无论如何，你拢一定要想办法来一撮，尽量找看卖咧。好，再见。爸，我会当找到婉婉。这是你的厝啊，你不管是拢会转来。迄天是家姐伊唔对，是妈错怪你啊。无啦，是我唔对。无论安怎，我嘛无应该拍小弟。冰冰，妈。